选调。求你阻止你的奴仆无故意犯罪，唔准迄个罪恶管辖我就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石盘，救赎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得到接纳。哈利路亚！阿门。哈利路亚！阿门。愿我的嘴所讲的，心所想的，伫主的面前，互伊得到接纳。互咱做伙起立来学乐咱的主。是来我的心要学乐上帝，自然应我的背，因为伊是创造天地的上帝。我们三甲因声学乐伊的大主名。我心学乐上帝，主的应我的背，天地万民三甲因声学乐伊大主名，就我常常吹转，用穷大海宽爽，黑面的大官连眼光，同来公的交战，我心无落上帝，世界情人的背。空中飞将吟诗出声，学乐伊大出名。铁锤草木切吹，旁回归这个水，一更就来凉风吹来，风起大阴暗。我心无落上帝，天的不对一家，水无歹代暂时彰显，风雨稳当地成，先高临高地情，那准地地情。你的到尾行做一个，应该归你上帝。先高临高地情，那准地地情。你的到尾合做一个，应该归你上帝。先高临高地情，那准地地情。你的到尾合做一个，应该归你上帝。我心无落上帝，主人应我的背，天地万民三甲因声，学乐伊大出名。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天地万物三甲应声学乐伊大主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咱们做伙伫遮来敬拜伊，学乐伊的名。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他奇妙的作为。我们要张开手，他张开双手，万物就得饱足，万口都要承认他是我们的神，是创造我们的主，是我们唯一的救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诸天述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
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主的诉说，天父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主，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洁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你说话，命令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听他，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你说话，命令就立，你吹气就得生命，万物听他，哈利路亚，神在神在神在，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万民敬拜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全能的神，我们尊崇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圣洁荣耀尊贵能力都归于你。我们将
主啊，你的话命立就立，你吹气，我们就得生命。万物要齐唱，哈利路亚！圣哉，圣哉，归荣耀于你。是的，主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愿意顺服，仰望于你。主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身上，因为你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哈利路亚。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神的能力不比这里。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你的话而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愿你的灵照你是降临在这里，至高的能力不比这里。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你的话而行。愿你的灵
你话语的能力，又间充满在我心，是我心的坚定。营造你虚假营在这里，是靠神的能力，不必着你。我深相信你的话语满有能力，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我愿意降服你，照你的话而行。谢主，这是阮伫你的面前所献上的祈祷。愿你的话成就伫阮的生命当中，主永远会当活出甲你的救恩相称的生命，伫主你的面前，互主你欢喜，荣光主你的名。主求你的话，搁一届显明伫阮当中，造就阮每一人的生命，互阮会当哪有记得要跑你。主，阮感谢你，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吟一首的圣诗，圣诗444首美调，圣诗444首美调。伫我救主阳光面前，大家自责欢喜和平。主你疼痛极大无比，我要吟诗来感谢你。打着儿子对伊骹步，大家进前来行天路，无论经过同代志，常常帮助安慰夫妻。咱请起立来吟全首。伫我救主阳光面前，大家受尽欢喜和平。主你定大极大无比，要报答你来感谢你。他学着主对伊脚步，大家真正来行天路，无论经过哪项代志，常常帮助安慰夫妻。愿我救主吹遍我心，让我听你日日来心，将我生命献你作业，报答我主行定稳健，主你谦卑，看无家己学生的脚，你来升起，你好模样，阮学来行，正做一体，大家相听。救主做我牧者，带我经过深溪旷野，兄弟姊妹才做一家，大家当行天路无题，日日交陪，若久若亲，好歹经过，三家无钱。上帝，一切恶乐，地家万世。
咱献开圣诗的头前，新的诫命，即是咱同心出声来宣读新的诫命。恁着尽心、尽性、尽力听主你的上帝。即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相亲像是讲，恁着听手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根头。我的新的诫命予你，就是恁着相听，亲像我捌听你，恁也着安尼相听。恁若相听，正若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这是咱三个阿头来祈祷。万权能的天父，阮阁感谢你，感谢你看顾阮，保守阮，经过12句拢得到平安。今日是主你安尼主日，你着引带你所听的兄弟姊妹来到主你的圣殿，一只要来聚会，一只来学乐你，一只来感谢你。伫12句的时间，拢保守阮平安来经过。阮用着满心的感恩来到主你的面前，阮着感谢你，你常常看顾阮，互阮是生活当中有主的同在。当阮拄着不如意的时阵，拄着艰苦的时阵，拄着身体有病痛的时阵，阮阁犹原要来寻求主你，用祈祷来感谢你。因为主你都保守阮经过，主啊，阮也真欢喜，你诚做阮的救主，诚做阮的牧者，时常甲阮相甲伫咧，常常看顾阮，互阮伫阮的生活当中会当更加亲近主你，更加来听主你，互阮的生命当中有主的同在，恳求主你抛开阮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请主进入阮每一个人的心内，互阮的生命是靠主你来得救。感谢你，阮也将今日聚会拢交代主的手中，阮也真感谢你差派你的牧者林牧师伊来到阮的教会，直接要来分享伊的信息。恳求主你保守看顾伊，伫伊退休的时间，拢有主的看顾，互伊伫一世人拢来跟对主你的脚步，做主你的事工，互伊常常来到主你面前来感谢。愿上帝你来看顾阮，保守看顾阮今日迄个福音见证会阮每一工拢有主的奇妙的作为伫阮的伫阮的生命当中。互阮会当来逐工来有好的见证，要来荣光着主你，也保守阮的教会是充满一间传福音的教会，充满行圣经技术的教会。阮在一边献上阮的感谢，阮也将阮今日的聚会对头到尾完完全全摆咧伫主你面前，感谢你。阮将一切拢交在主你手中，阮当一安尼祈祷，拢上耶稣叫圣名来求，阿门。会友请坐，这是要来读课文，圣诗的后壁课文。现着我来刻，恁来用。我设书袂讲人甲天才音语。我设书做先知，佮设书有招庇的事，教业来移山。我设互所尽所有的来拯救，佮献我的身躯互火烧。仁爱是高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相甲欢喜。
忍耐永远袂无去。为咱所知影的无完全，做先知的也无完全。我做囡仔的事，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因为咱担对镜底看，雾雾无明。我所知的无完全。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毋忘、忍耐这三项。这是要来读一节圣经，圣经记载伫新约提摩太前书第4章，要为第6节看到16节。新约提摩太前书第4章，对第6节看到16节。上帝话伊安尼记载：若将即个事点醒兄弟，就恁要做基督耶稣好的采用，用信道的话，甲恁所顺探好的教示的话，来得到培养，着去杀粗俗的话，甲老妇人人的拍鼓，着家己练习到伫虔诚。第8节，因为练习身躯，迄个利益是细，若是践行，就凡事有利益，因为有现时甲将来活命的应允。即句话是通信、通交传、接纳的。因为咱着磨出力，是为着即个，因为咱的毋忘在地真活的上帝，伊是正人的救主。伫即个信的人，搁较是11节，即个事恁着命令来教示，无得因为恁少年人，互人看紧，着伫讲话、伫行做、伫忍耐。伫信、伫清气，做信的人的模样，着注意读册、劝勉、教示，到伫我来。14节，恁心内的文士对先知的话，甲长老的还手，来互你恁毋通忽略，恁着注意专心伫即个事。互你的进步显明伫正人查节，着警醒恁本身，甲你的教示，着常常关心伫即个事，因为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甲你甲听的人。按圣经读到遮，即时要来请林秀荣牧师伊来正道。伊今日所讲的题目是做信的人的模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感谢主，互我有机会来咱中分教会，甲咱兄弟姊妹做伙礼拜。我今仔日是头一摆来，所以刚开始有一点仔紧张啦。过来到着，我感觉有一点仔清楚，但是入来了吼，真紧就感觉讲这是我的厝，毋免烦恼。因为咱真好的招待，搁再看到真水的摆堂。我想起上帝恩典伫咱中间，一定是足侪。我嘛来伫遮就拄着一寡亲人啊。谁怎讲亲人呢？这有讲着我熟悉，这个我熟悉安尼吼，所以也真奇妙吼。伫来等于就是讲这中间，我感觉讲是清楚，但是逐个人可能无真熟悉，所以我想我大家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安尼会较清楚。
嘛伫确定我咧讲道中间，我会将我家己的一寡见证下伫内底，咱会当更较清楚我所讲的。我细汉的时阵就是住高雄，所以伫咱中间可能无足侪人比我较早住高雄啦吼。我遮足久吼，我细汉的时阵拢伫新兴教会咧读主日学。阮伫初中的时阵，初中的迄个班吼，初中即马号做国中啦吼，迄个班叫做青年班。伫囡仔儿童的时阵，阮迄个叫做少年班。我初中的时阵，我就参加献声队，因为迄阵无少年团契，无迄个少年诗班，所以阮用献声队，就是等于伫遐做伙咧吟诗，逐礼拜唱歌学乐，佫会当伫遐来献诗吼。伫初三迄年，我的生命得到改变，因为迄当我见着主，嘛心内诚侪迄个疑问拢伫咧头目，所以我就伫遐信主，大发热心追求，热心服侍。到读高中的时阵，阮就被引准会当参加青年团契，会当参加圣歌队，参加大人的礼拜。我感觉若像已经变大人啊！我迄阵嘛。参加伫校方团契，伫乡中团契吼，乡中团契的服侍。后来我就出外去读大学，去读大学时我是伫台中，伫台中西屯门路会，我伫遐，因为迄时阵伫遐也无长老会教会，我就去西屯门路会。2冬后，我嘛伫遐指挥圣歌队，所以上帝真恩待。伫大学时，我嘛有参加伫校方团契的服侍吼。大学毕业了，我做兵，我是预官吼，预备军官21期的。咱中间若有预官，可能比我较早无几个啦吼，21期，这50几年前啦。上帝真恩待，我迄个考试的时阵是一真好的兵长，我是兵工。但是后来分发去部队的时候，我迄部队嘛真好，我迄部队拢伫小金门。所以我拢伫最前线啦，伫小金门搁到大胆所以我做兵真精彩。阮做兵的是伫迄间教会叫做内语教会，内就是迄个革命先烈迄个内内语教会。迄个时阵无牧师无传道，所以拢阮军中的兄弟逐个轮流讲道轮流分享。所以伫迄个时阵真有时间啦，因为做兵无啥物代志嘛，真有时间。读圣经，读一寡属灵的册，准备讲道。伫遐我灵命进步足济吼。伫做兵煞退伍的时阵，我转来高雄。高雄我就参加就业考试，考伫台湾塑胶公司。其实阮台塑伫林园嘛有厂啦吼，迄个嘛是我单位的厂吼。我伫即个所在服务。我嘛转来伫新兴教会服侍。伫新兴教会我做过青年团契的会长。主日学的老师嘛当一执事做主日的校长，个当一长老。到35岁时呢，我公司迄个时阵就我调动我的职务，我调去台北，伫台北总公司上班。所以伫迄个时阵，阮全家嘛拢搬去伫台北的所在。我伫台北的城东教会服侍。继续我伫有迄个机会，伫42岁时。我就去读台湾神学院的信徒神学系，迄叫做夜间神学啦吼。我就去读信徒神学系。原来我伫高雄时阵就有读台南神学院的信徒神学系，但是因为调职了，伫台北我就无机会通去读，因为台湾神学院就是咱讲的北神吼，伊的夜间神学是伫山顶，伫岭头吼。我若下班了，坐车去离到山顶带人下课所以我就拢无法度授课。后来伫我42岁迄当，北神伊就伫信徒神学系踮双连教会开课，所以我就有机会通伫遐较近我会当去遐上课。到48岁迄当，我已经读几当，其中我有修一门课叫做宣教学。伫迄宣教学的时阵，老师的讲课内底，我伫遐大受感动。伊讲到台湾农村也是渔村迄个宣教的情形所以迄个时阵，伊有做一个呼召，望有人会当来农村的所在，还是迄个较偏乡的所在，来伫遐牧会宣教，还是伫遐做工。我就真受感动，
所以我就决志，讲我要来农村的所在来遐牧会，来遐宣教。50岁的时，我就回应呼召，去考神学院。50岁哦，才去考神学院吼。所以我嘛足惊考袂掉吼。好佳在啦吼，考了成绩听讲袂歹吼。所以就有录取。52岁，我伫大学办退休，所以我迄阵就第一摆退休办退休了，我就专心去台湾神学院，伫遐来修课，伫遐来受装备。3年后55岁的时阵，我毕业受派，咱总会甲我派迄队呢，派去一间农村教会，真正典型的农村教会，平咱中文教会，搁较农村的农村教会四面拢差不多无啥物厝，拢是园无就是迄个果子树安尼我就去到伫嘉义德家的乐园这讲起来咱可能真罕去听着也毋知乐园伫这。我去的3年后，阮伫遐去一间拜堂平咱这间拜堂较早起，但是阮用真俗的钱起起来阮去一间拜堂差不多2000万就解决了，去遮水安尼内底可能参咱的设备特别差不多啦，因为咱的设备结束好阮迄时阵较无法度遐好的设备。我伫罗湾教会牧会有15年，对头教会拢伫遐，神学院派了，神学院毕业了，派去遐就伫遐到遐退休。退休了，我即马转来住伫高雄，住伫高医遐住伫咱高雄宣教中心的附近，所以我即马也伫遐咧做志工，我真这时间伫迄个所在。我细汉的时阵伫新兴教会读助理学，迄个助理学，迄时阵人真济哦。阮迄阵我做助理校长的时阵，阮敢若助理学的礼拜，阮叫做青少年的礼拜。有人甲称作第一场的礼拜，迄场的礼拜差不多得要150个人、160个人迄场就遐济人。助理学生差不多120个，120、130佮加老师就差不多160、170个人安尼。我读到高中迄当，阮有一个班叫做师范班，这个师范班真特别。迄个师范班就是讲，你要爱做助理学的老师，拢爱师范班结业，搁再有领洗礼，安尼才会当做师范班的老师啦。所以阮差不多伫迄个时阵，逐个人拢伫读高中迄当，你着爱读师范班，安尼你才会当做助理学老师。读师范班要会当结业，嘛佫有一个条件，毋若一个2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讲，第一个就是讲，你需要出席2/3以上。2/3足简单的嘛，对无？咱若逐礼拜拢来礼拜，就一定2/3，但是嘛无遐简单的。一当52礼拜，你爱出席35摆以上，安尼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老师逐礼拜，阮拢有甲阮一个迄个读圣经的范围，叫你爱读圣经。你爱读圣经，一日读1章，无介济。读1章圣经了，你伫上课时伫遐分享。迄个分享当然无法度规班拢分享，规班10几个人阮咧一班拢10几个人，要逐个拢分享时间无够，所以老师拢会抽啦，今仔调你，后礼拜嘛无伫较佫调你安尼所以阮逐礼拜拢爱准备。若叫抽着你无法度通迄落神，安尼迄礼拜你算做无来啦。虽然有出席，嘛算无来。所以真严格，我着伫迄款的训练下面我是师范班结业。我迄阵师范班结业，我是第6届，师范班第6届。咱伫即张相片内面，上倒手边迄个顶面迄张，迄就是阮迄阵助理校长，叫做吴信德长老伊的囝叫做吴和良啦，因为是中华中会右边上右边迄个是曾国富老师，迄是我乡中的老师嘛阮助理的老师。下面即张相片呢是阮上课的情形，迄上界右边迄位。是彭清玉长老，可能咱都听过伊的名彭清玉长老，包括咱即马高雄宣教中心迄块地，遐规个拢总是伊奉献的所以彭清玉长老伊一个孙叫做彭明敏啦，安尼咱可能就较知影啥物人迄个区伫上右边区咧，迄个是曾国富老师阮阵伫遐上课，因为呢，迄个上课老师有甲阮规定爱读圣经。所以我伫迄阵就开始养成读圣经的习惯，进一步嘛有每日灵修，互我会当安尼一直进步。迄中间我咧读圣经的时阵，
去读到咱读的《提摩太前书》第4章12节。我搁再把这个秀出来，给咱大家看一下吼。《提摩太前书》4章12节，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这句是安怎讲来呢？这句就是因为我昨读和合本嘛，所以就读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我读到这足欢喜呢，我是安怎欢喜？我想这个是读到这个实在我足爱，我就甲唔能甲背起来了，我搁抄起来。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是安怎？因为我迄阵足年轻啊，我16岁尔足年轻。我嘛一直想讲，我伫教会嘛爱互人会看重呢，莫爱互人甲咱看轻呢。所以这句规句的圣经是讲，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咱背后里写讲，无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少年袂使互人看轻，是这个意思。所以我嘛用这节圣经定咧勉励阮的同学。后来我读这段圣经的时阵，读几段才会当较明白，讲保罗对提摩太伊的教导是啥物。当我年纪愈来愈大了，读这段圣经，佫较知影讲，这段的教导毋是干来讲互少年人听。我以前拢想，这是讲互少年人，其实毋是哦。伊嘛咧讲互中年的老人，拢是爱学即句话。因为安怎呢？即句话内面，迄个重点是伫后壁，讲到伫讲话、伫行做、伫忍耐、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模样，做神的人的模样。即句话，互我感觉讲非常好。所以伫咱大家摕圣经的时阵，咱即摆拢较流行讲，拢怎啊看荧幕嘛吼。若有摕圣经吼，咱来看卖啊。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的头前，即摆大部分拢有一个标题互咱吼。咱看卖咱圣经内面的标题写啥物？咱伤乱啊呢，我听无呢。来，请问迄个毋是记着啦？后壁迄个兄弟，你读迄本好好本的较清楚。对，讲劝提摩太做信徒的榜样，对无？劝提摩太做信徒的榜样。但是即摆其他的版本大部分拢毋是哦。来，各有人这边读看卖吼。对，即摆写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哦。抑佫有无？抑佫有台湾的版本写做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新的版本写基督耶稣的好册用。我想。安那共款即节是安怎会变遮侪种的迄个标题？当然，迄是人后来编的人家加入去的。我怎咧想讲，敢会讲读台湾话参读华语的无共款，所以我就甲即段用台湾话读，了搁用华语读，台湾话读搁用华语读，读起来都拢差不多呢。是安怎会差遐济安尼？后来我知影讲，即个可能迄个时阵。和合本，你迄版本迄个是较早的吼，较早的版本，伊咧写的时阵，伊甲重点下伫讲提摩太要做信徒的榜样，要做信徒的榜样。但是后来人较侪拢甲伊下伫讲，你爱做伫基督耶稣的好册用即个啦。安尼呢，我就甲即两个甲合起来看讲，安尼就是迄个时阵呢，可能提摩太较年轻少年，保罗先生要甲伊讲这代志的时阵。伊就来讲，你搁较爱需要讲吼，你着爱伫逐方面拢伫遐努力，安尼就是讲爱安怎来讲，耶稣基督的好册用，特别凸显伫迄个提摩太伊的年轻少年，减少经验，所以爱努力学习，就是得到教育操练敬虔，最后伊会当达到一个目标，迄个目标就是要做神的人的模样。我怎用安尼甲做理解啦吼？所以呢，我今仔日用出一个题目，咱毋知知影今仔日要讲到的题目是啥物无吼？头拄敢无人看过周报？咱今仔日的题目是啥物？对，就是安尼吼，做神的人的模样。因为有当啊，咱若看题目会较知影讲，今仔大概牧师要讲的方向是伫倒位安尼吼。伫要做神的人的模样，进前咱来看到伫保罗即个教导内面，甲咱讲来得到教育，
你爱先伫上帝话参这好的教示内面，你爱伫遐得到教育，得到培养。然后呢，你爱个操练敬虔，你爱伫敬虔的顶面爱操练，操练敬虔了，才会当做神的人的模样。这是咱今仔日看这段圣经所甲咱讲的，就是安尼好。咱即摆来看圣经甲咱讲的。头一个讲得到教育，第6节的圣经写讲，若将这个事点醒兄弟，就你要做基督耶稣好的采用信道话，甲你所顺谈好的教示的话，得到培养。哇，咱读台湾话有当较袂即清楚，即个得到培养，我读较无。咱来读和本的圣经下，都即清楚讲，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这就是得了教育啦，就是讲咱在伫上帝的话咱得到教育，得到教育就是你要伫遮受教导，你爱受教受教。若教育，我想大家人最清楚，咱即摆差不多逐个人拢有受教育。至少咱嘛拢捌字啊嘛，即阵无迄个文盲啊，尽读拢捌字，咱得到教育，咱嘛有真侪时阵，咱嘛伫迄个细汉的时阵，就得到教育。那呢，咱即摆得到教育，连老人嘛爱得到教育呢。你毋知影无吼？即摆我迄个退休了，我就去参加迄个啥物长青学院，还是松仁大学，伫遐嘛咧教英文、教日语，嘛教手机啊，尤其手机啊，迄个班拢烧抢才有通去上课呢。因为教咱安怎用手机，要安怎用啥物 Facebook、用 Line， 即个若无教咱有影袂晓，所以食到老、学到老，咱嘛爱终身学习啦。这是咧伫遮保罗咧甲提摩太特别提醒，讲你爱伫啥物所在得到教育。伫信道的话、上帝的话，搁伫遐好的教示，你在伫遐迄个教示的话，你得到教育，就是讲你爱搁较济学啦，你要谦卑受教，这是真要紧。所以咱毋通想讲你老就毋免学安尼，逐时拢爱学谦卑受教。这个是直接互咱看到讲你爱谦卑受教。头一个保罗甲提摩太交代。搁甲伊神说，搁甲伊讲说讲，若有一寡迄落无影的代志你毋免学啦，迄款的无滋养的就是第7节讲，大家拒绝粗俗甲空洞无影者的传说。咱白话的圣经写写讲妇人人老妇人人的拍鼓迄就是迄个无影者的代志，你毋免学，但是爱学上帝的话，参遐好的教示的话，你拢爱学。这是头一点，伊讲着。第2点讲到爱操练敬虔，咱若看第7节的尾后，含第8节就安尼写讲，着家己练习到伫敬虔操练敬虔，因为练习身躯迄个利益是小可，若是敬虔就凡事有利益，因为有现时甲将来活命的应允。基督徒爱操练敬虔啊，即个敬虔爱操练。咱知影讲身体嘛爱操练，逐个人操练身体，即摆逐个人意识拢足有啊。咱爱运动，尤其是遐运动员，因一定爱对操练，讲毋若是干那训练，讲互你有肌肉有肌肉，迄个毋是肌肉，即个叫做肌肉。毋若是训练即个，互你有力，要走要跳拢有法度，佫爱训练技术，所以即拢爱操练啦。即个操练身体，圣经甲咱讲操练身体，迄个利益是小可，因为身体较安怎操练。有一日会毁坏，有一日会无去。但是操练敬虔，即个毋若是现时有得到利益，永恒的永远的嘛有得到利益。伊讲是有现时甲将来活命的应允。所以咱爱操练，即个操练敬虔真重要。每一个基督徒，咱毋若是做运动场顶面的运动员，咱都爱做上帝国的运动员。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操练敬虔，操练敬虔。伫教会内面，咱拢有一寡教导即个拢是咧操练。平时咱会当读一寡属灵的刊物，也是讲人的见证，即个嘛拢对你灵命拢有操练，互你的灵命会当拿来拿进步。亲像我伫高一的迄当，我就开始学会晓，逐日爱读圣经，
读圣经了，佫爱较紧想呢吼，想讲我若读着即章的圣经，我要分享倒一段，迄叫做心得啦。因为我读师范班，若无未毕业啊，所以我来真细腻。啊，就是迄阵仔操练开始，我着操练真济。到咱即摆，咱会当知影讲，圣经拢总有几卷。有个人信主了，嘛也毋知影圣经有几卷呢，因为伊无操练过嘛。啊，咧读主祷文啊，主祷文，咱毋知影读的，嘛有人无操练着呢。头拄仔咱咧读个新的诫命，我看咱教会真贴心的，佮拍互咱逐个看。我伫路板我无拍互逐个看，我爱逐个人背起来，因为迄爱背起来，你爱操练嘛吼。所以咱这些东西爱操练敬虔，这是伫遮看着讲，爱操练敬虔。第三，就是今仔日的重点，做神的人的模样。12节讲，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见，就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的模样。哇，即句话非常要紧。一般来讲，教会吼，咱通常拢较介意啊，还是讲较爱互迄落有经验的、较老练的人来做一寡啥物款的职务吼。譬如讲中职啊，咱来找迄落较有经验的啊是讲要来领事，咱嘛爱找迄落较有经验的人啊。但是呢，即个提摩太，即个时阵是真少年啊，所以呢，伊可能若去伫教会，人嘛会感觉有一个迄个想法，人会甲看讲啊，这你敢会晓？你可以吗？你可以担当吗？对伊无信心啦，所以呢，迄个时阵。保罗才会特别甲提醒讲，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见啦，是因为安尼呢，是即个代志。啊，咱即马保罗毋是甲咱讲，无得因为你的少年啊互人看见，咱知吼，无得因为你的笨蛋互人看见啦。因为你若无爱操练，无爱学，当然你就无迄个才调嘛，变做迄个意思嘛。所以伫遮讲诶，讲你着爱练习，爱有操练，安尼头拄我讲过。第一个就是爱谦卑受教，第二个你爱操练敬虔，安尼你才会当累积，互你的迄个少年无经验，累积变做有经验，变做成熟度会愈悬。因为咱即马来讲，迄个科技的进步甲知识或者知识爆炸吼，所以人的成熟度、成熟度啦，毋是咧看你的年龄啊哦，即马毋是讲用年龄看哦。人英国讲我行过的桥，平你行过的路较济；我食过的盐，平你食过的米较济。即摆袂使安尼讲哦。即摆有迄囡仔，迄足细个囡仔，伊手机啊平较够用呢。我即摆若啥物都袂晓，我拢摕互阮孙啦。你甲我用，伊来七咱两个仔就好啊，我着补几部句。所以咱即摆爱知影，咱着爱学习，爱操练，才会当。要做人的模范呢，所以伫遮保罗就特别安尼甲伊讲，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啦。啊，你12节后壁面就去再甲咱讲即几项哦，讲咱着爱伫讲话搁落来咧，你会记哩袂？头拄仔读过圣经，伫讲话，伫行做，后来行做，啊，搁伫倒位？仁爱吼，仁爱有人讲疼心啦吼，啊，搁再一对信心，啊，搁再一对清气，吼，伫即几方面，拢做神的人的模样。这是安尼讲，讲话就是伫言呐，讲话嘛言，啊，行做就是你的行为，吼，就是你的行为，迄个行言行，咱定听一句话讲要言行一致。啊，有个人讲话是讲的一款，做一款，毋是安尼尔。有个人讲的就毋对啊，毋免讲行啦，行嘛毋对啦，迄款的拢袂使。所以保罗伫遮讲，你伫讲话、伫行做、言行，拢爱做人的模范。过来讲伫仁爱，仁爱是对人的方面，信心是对上帝的方面，啊，个清气是对代志的方面。这我小可解释。迄个疼心哦，就是仁爱。伫遮咧讲着即个仁爱。伊是用阿加佩哦，阿加佩伫希腊文内面，即个就是迄个无私的疼。希腊文的疼有4字，即个疼就是赞助相关的阿加佩。吼，即个迄个意思就是讲，你爱专人的疼，无咧求回报。有个人迄个疼吼，迄
迄个疼心的表现是有心内拢有想讲，我今仔疼你，我今仔对你好，嘛有一日你嘛对我好，咱大概拢会安尼想。但是耶稣基督的疼无即款的，耶稣基督疼伊全然，伊都甘愿啦，伊就是安尼做。所以咱来看着讲，耶稣基督的疼，伊是无计代，不计算那个代价，全部迄个无私的疼，无求回报的疼。啊，若讲着信心呢？信心是对上帝，这就是表示你爱有迄个忠诚啦，忠诚。无论拄着逆境顺境，你拢会当信来顺服，信上帝。信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爱全然的信心。那亲像耶稣伫伊咧行十字架的路的时阵，马太26章39才讲：我的爸啊，哪会当求你，互我免啉这个杯？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着照你的旨意来实现。毋是照我的意思，是要照上帝的意思。第2摆伊嘛讲：我的爸啊，这个杯若袂当免，我一定着啉，按你的旨意食。咱直接会当看到讲，耶稣基督伊就是安尼迄款顺服，伊对上帝就是即款信心顺服。咱嘛爱对上帝爱有即款的信心。清气的顶面，这就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的道德标准，来较悬的一般人，咱来照耶稣基督的标准来伫遐来做。所以会当互咱看到讲，伫有一节圣经我嘛真爱。保罗讲的讲，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这是哥林多前书11章第1节。伫即个进程，哥林多前书第10章，主要咧讲就是讲着食物件啦，也是讲着你爱伫你人生的目的，就是爱荣神益人。咱来去看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到33节，咱就咱看到讲，来凡事拢爱为着荣光上帝来做。这个就是保罗伊甲咱讲的最要紧的。人生的目的就是为着要荣光上帝。伊则佫再进一步讲，恁着学我，亲像我学基督。这个真有把握，我就是会当做一个模范啦。佫我伫即2日读圣经，才读着使徒行传20章35节讲，我凡事做恁的模样。这是以弗所即个长老讲的话吼。伊讲我凡事做恁的模样。新的圣经、新版的圣经写，大项事我拢有做互恁看。就是讲，我拢会当做一个模样，我做互恁看，我就是即个形。你着照我安尼做。你照我安尼做，是因为我有学基督我是照基督的款式来做。安尼咱会当连起来呗。所以讲，做神的人的模样，就是你爱做一个会当互人知影讲，你就是照着基督来做。你学伊的模样，学基督做你的模样，你学了，你讲你会当学我就是一个模样。所以，伫即节圣经讲，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见，都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的模样，是安尼讲的吼。保罗甲提摩太提醒起来了后呢，伊来甲伊讲一个要紧的讲，爱伫上帝的话，搁较侪学习，进一步操练敬虔，然后你会当伫每一个方面拢做神的人的模样。即个伊搁再甲伊讲到一项呢，讲到一个就是讲，你爱。会当善用你的文书，14节安尼写吼，毋通忽略你所领受属灵的文书。这是讲到你爱做无烦了，搁再甲因讲你伫即个你的牧会中间，还是讲你伫教会中间，你毋通忽略你的文书。当然，即节圣经对头到尾，伊是写安尼写讲，毋通忽略你所领受属灵的文书。就是通过先知的信息，甲长老团的话手赐予你的，这文书你拢爱伫遐运用。即个毋通忽略，咱毋知会当，咱台湾话讲的，咱拢听有啊。伊这就是用两个否定，要来加强他的肯定。毋通是否定啊，忽略也是否定啊，要来加强讲，你一定爱安怎？就是你爱用文书啦，迄个意思啦吼。所以你才讲善用文书。我有一个观念，这老者都能，这个观念我甲伫罗邦教会甲兄弟姊妹拢一直咧甲强调即个。就讲你有啥物文书，你得爱提出来用，爱奉献来互上帝用。因为你若哪用，你就哪熬，你个文书就哪肥起来，哪来哪大。
阮原来你会晓唱歌安尼，你即马你若来带敬拜赞美，了你的运势会变安尼，过来变安尼，这就是老者多能。你晓弹琴嘛共款呢，开始你可能像我共款单子成功，但是有一日你可能会愈练愈好，愈来愈好，这老者多能。所以咱有人你的运势会晓开车，咱开车，咱会当去载人啊，来聚会，这嘛是会当教出去学。加在咱无迄个师范班啊，所以无规定讲在30个礼拜以上才当做老师吼，咱较好。但是呢，咱逐个人拢爱运用你的运势，你会晓替人祈祷，你会晓拍电脑，咱这拢爱摕，拢爱逐项运势，咱拢毋通忽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咧，老者多能啦，所以这车上帝甲伊讲，你爱用各种的运势来。结论来讲，保罗先生在教提摩太做基督耶稣好的切用，就甲伊教导讲，伫即个教导中间，咱有得到啥物核心呢？伊甲伊讲安尼吼，讲你着爱谦卑受教，佮用信德话来得到教育，操练敬虔，善用运势，服侍上帝，服侍人。伫讲话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信的人的模样。这就是今仔日保罗先生伫这段圣经对咱的教示。我爱甲咱大家做一个小可的复习吼。头拄我讲到内底，你有毋有得到啥物款迄个信息？对你有啥物款的感受？就是讲，咱要做一个耶稣基督好的工人，伊的同工，伊好的切用。你着爱，头拄我讲到的，你着爱第一项，你着爱谦卑受教；第二爱安怎？操练敬虔。第三，咱做一个模范，了你甲你的运势拢运用出来，这就是咱今仔所领受的。希望咱通过这个做神的人的模样，逐个人拢做神的人的模样。咱学基督，逐个人学我，我学基督，安尼咱就当成做一个真水上帝所欢喜的切用啦。所以尾后我甲这节圣经册摕来大家做伙背一下吼。咱来甲这节圣经甲背起来好无吼？安尼有困难无？要背圣经，毋知有困难无？可能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看轻啊，嘛无得因为我老人互看轻啊，对毋对？所以咱做伙来背一遍吼，来，无得因为你少年互人看轻，就伫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的模样。搁一摆哦。无得因为你的少年，互人看轻，爱讲话、伫行做、伫仁爱、伫信、伫清气，做神的人的模样。咱三个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主你听内面，通过保罗的教导提摩太这话，互阮搁再一摆得到教示，也阮知影，阮得爱伫各方面。拢来做一个新的人的模样，求你加添阮的气力，互阮会晓运用善用运势，阮会晓谦卑受教，会晓操练敬虔，各方面来做新的人的模样。求上帝你看顾保守，带领阮头前的路。安尼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个吟一首的圣诗，圣诗261首，圣诗261首。救主教示阮祈祷，好打群情对讨，使阮信心拉坚定。听你命令，听你声音甲命令。求你阿乐，听阮祈祷，你的囝儿谦卑求讨。阮若所求合你旨意，愿你应允，献出慈悲。安请起立来吟全首。
时阵咱要来福音见证，咱今日有3个报名的人，有柯平安长老、陈玉梅执事郭香婷姐妹，咱就开始，咱第一要来请咱即摆只讲有7分钟的时间啦，咱就一两把有7分钟的时间，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声感谢咱慈悲怜悯世间人，遐个艰苦人的上帝。再来感谢咱的兄弟姊妹，恁的祈祷，甲恁的关怀，甲恁的参与。这领耶稣听你的百姓，才会通称伫我的身上。今年第13年，这领百姓的精神，就是我有穿一领年颜福伦社关心你，走遍整个灵魂社区，关心真济无数24个你的弱势家庭。小婷，我会甲咱分享，迄个精神9年伫福伦社，总是这领百姓是我伫祈祷了后，通过圣经来制定。这领百姓有一个目的，3个意义。这个目的就是要防灾。知影什么？就是第一个意义。人爱伫真正的福气内面，才有平安，叫做真福平安。第二个，人爱伫持续感恩的内面，才有喜乐，所以叫做感恩喜乐。第三个，人追求幸福，爱伫有耶稣的听的内面，才有真正的幸福。耶稣听你。兄弟姊妹，感谢咱的天父上帝，伊是拯救咱灵魂、保守咱性命的上帝。伫去年的12月底，我对7、8、9 3个月物资连连不断，谢谢善心的人提供爱心午餐，加上我每一个月有300份的物资，阁有人提供的，我袂用甲连喘气都袂得喘气，所以我一段时间无去行路，无去悠闲散步。伫迄个12月底的礼拜日、礼拜了后，我休困了3点外，我想讲来去清水岩行行咧，无拍算这个行行咧，险得行啊日恁袂当看见我。我要出门，我拢爱穿迄个塑身透气的服装，全身武装。当我到清水岩山骹，乌达巴停伫公园好势，山骹迄个公园，我沿路行，沿路行，行去到清水岩的山顶，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爬起来。因为我惯势爬山。我也真爱伫山顶的所在来学习咱的上帝，因为伫山顶会当看见上帝创造迄个大自然的美景。所以爬了后，甲山友伫遐交陪，因拢讲：哦，真久无看到你来，真久无听到你的声。你若伫迄边唱歌，阮伫遮就有听到，我拢会吟诗，学习咱的上帝。我若行，我若吟诗，遐个山友拢甲我做伴，大家真欢喜，甚至对我唱。所以因真爱听。好，当已经行一年了后，看5点外，山友已经渐渐下山落山。我愈来到清水岩的后壁面迄个山峦，遐我每一届我会伫遐休困，空气真好，大樟树两排满满，阁有大岩石，空气真好，我拢会伫遐敬拜上帝，伫遐吟诗。伫遐写淡薄的物件，同时因为我伫遐停卡了后，我无发现到涂骹好顶几工有落雨，有生车池。阁一项我的鞋啊，迄双爬山的鞋啊已经磨平。当我徛伫遐休困了后，
吸一个新鲜的空气，活动心。这个活动心过来，我准备要落迄个260几杆的石推，落来到清水岩山骹。忽然间，我的脚亲像白骨猪，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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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出落去，挡袂掉。我主啊，救咧！因为正手边是大岩石、大樟树，中央是石定铁铁的石推，倒边5侧是岩石壁。中央一座山高真深，无论倒一个，我摔落去、跌落去，我一定无性命。所以，迄个中间只有救主。忽然间，伫我的面前，看见一盆的树枝，是人风台降落了后穿无了的。我只敢5秒间的选择，啪啪啪啪，主啊救咧！我的心智甲我讲，对遐拍落去，我就对遐拍落去，这个拍落去袂得啦！啵一声啊，主啊，我的手骨脱轮啦，无力啦，哀声叫苦啦。我拍落去，毋知偌久，人渐渐昏迷去。忽然间，我听见一个查某人的声音，毋过我已经注意是拢无人啊呢，天特别暗啊，干那剩我尔呢，是安怎？有一个查某人，毋免惊，来。我揽你起来，哎呦，揽我起来。当伊甲我揽的时，我发现迄个查某人好像真有力，甲我摸起来，了后，互我握伫伊的身躯，握伫伊的身躯，伊轻轻讲：“你毋免惊，你做你甲我跪咧，跪踮我的肩胛顶，我一步一步揽落来。”再来叫救护车，伊知影我的手骨已经坏啦，脱去啊。当伊揽我的时阵，甲我超好势，活动心。迄个200多杆的腿，正做400杆，安怎讲？因为我袂当安尼，我只敢会当安尼，伊揽我嘛是安尼落来。迄个查某人无顿。面容真清秀，伊甲我讲一句话：“你做你安心，我捌你，因为我常常伫山顶拄着你，听你唱歌，对你咧行。”哎呀，上帝赐给这个天使，当阮来到老山骹，迄个山骹已经会柑仔店、细间柑仔店的头家看到，这个姊妹讲紧的，甲椅仔翘出来，互我摕咧，了后叫救护车。我已经渐渐迷茫。这个姊妹打电话给我的班长，打电话给我的厝。当救护车来，把我送到建佑病院急诊室，我已经哀声不绝，迷迷糊糊。我有发现我的班长已经伫迄个所在。后来我倒伫床里，阁有看见我的小婶，甲我的小弟。医生 X 光照了，爱带伊开刀。我迷迷茫茫的中间，有听见一个声：“主啊，唔通开刀！主啊，唔通开刀！”就是我的班长用这两句话求救主：“主啊，唔通开刀！主啊，唔通开刀！”结果安尼，我有发觉，这个医生敢若摕一条什么物件，原来就是病床的床巾拍割，对我的肩胛头这边顶过这边。后来，伊伫我的正边，我是正手对哩，伫我的正边开咧，我感觉伊开咧，扭一下，噗一个一声有听见，伊讲入去啊，入去啊，毋免开刀，毋免带院，休困，电梯注止疼注射，了后等去休困3天，较过来问诊，就安尼，到今仔日7个多月，我的手恢复了后，但是兄弟姊妹。我的肌肉神经还未完全哦，还未完全。上帝赐给这个天使的姊妹来帮助我，无分讲伊是查甫的，我是查甫的，甲我揽了，互我跨伫伊的胸前，跨伫伊的脚趾肩胛头。你讲上帝有奇妙，所以咱的上帝是拯救灵魂、保守活命的上帝。搁一项，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
我拄则讲到，今仔变身的精神是福伦，我请福伦社的变身年福伦社关心你，招聘小区9年，加上我请今仔变身13年，总共今年拄啊22档，22档。22档前，因为咱有一个兄弟，伊叫施德生，中药房的施德生长老，伊知影我有去上过社会局、社会福利的课程，以及着关怀志工的课程，有5个单元，所以伊讲我真适合做这个社区的关怀的事工，就起源就安尼来。9年的中间，拢请福伦社的变身，后来。我甲阮这个兄弟讲，我感觉无啥妥当，我有一个感动。为什么咱甲所做的拢归互福伦社？为什么咱无甲所做的来归互咱的上帝？原因对安尼来，伊讲好，你要叫做什么名称？我讲耶稣听你。伊讲好，我照常物资300份供应你。到今年、去年21档无中断。一个月300份，36000块。每一个月伊个5000块，互我加油，乌托邦保养。你看，这个兄弟21档来，偌济，班站偌济人，供给偌济物资，伫临河区24个里，遐个需要家庭的人，一手做，无要互一手栽，点点做。兄弟姊妹，总是安尼了后，我用耶稣听你的名称，我有一个条件。有一个问题啊！我伫福伦社每年的寒冬送暖，拢是福伦社去举办呐。社区的关怀，以及着这个学校的中学迄个贫困儿童奖学金呐，拢是因举办呐。我即摆用耶稣听你，我家己爱举办呐。我要靠有迄个经费，我要靠有迄个钱，我也无公司行号，我也无什么货，所以我甲咱的上帝祈祷。主啊，求你帮助我。既然你爱我做这个工，来宣扬主耶稣你的名，你就互我有气力，物资无欠缺。头一年900户参加你们区公所寒冬送暖，900户，我爱准备900份的物资。我要对来，咱的上帝伊互我，上帝感动做无共款宗教信仰的人。佮感动，咱的教会有一位兄弟，咱这位兄弟将近6万年久，5000块、1万块，到啊1,500块，到啊行啊这，伊要搁咧供给。上帝的力话，上帝的气力是无限的，兄弟姊妹。所以我甲咱讲，每一档到今年拢无欠缺。对着安尼，我佮讲2项，上帝是安慰的上帝。安慰心灵忧伤的上帝。在去年12月底，我咧准备今年的寒冬送暖，550份，物资要搁咧准备。我迄位听教会听人的长老，伊发现意外，就安尼来离开去。我就失去1个月300份的物资。当伊离开，我心灵真痛苦，要怎样？我甲上帝讲，我无想要继续落去啊。我无气力啊！后来上帝感动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做我后壁气力甲帮助，伫这几个月连续提供物资，互我送互社区的人。有社区的人讲，有迄主席会，你袂使无做，你袂使停，你已经服侍，你已经做20几档咯，你得爱继续。你的耶稣会互你气力，阮会甲你帮助。总是我甲因讲，毋是需要我，是需要恁。需要耶稣，这就是安尼了后，我佮讲2项。第一项就是上帝有感动咱教会一个青年，这个青年伫前年被办寒冬送暖的时，伊叫伊阿姊，我甲我的班长要回去，伫咱的旧教会，平安长老，阮弟弟吼，国这5000块，这个钱要互你烧天买物资，互需要的人，我真感动。今年我有这款忧闷的心灵、艰苦的心灵的时，上帝佮使用这个青年来安慰我、鼓励我。一个礼拜日，我要落去，甲我的班长对3楼要落2楼，一走出来，平安长老，伊手摕一个信封，
伊叫平安丢了就无搁讲话，迄个信封拄出来，我哦，我甲接过来，接过来了后，伊无讲话，我看伊的目睭对我目睭，伊的目睭咧甲我讲，平安丢了，遮互你烧天，买物资互需要的人。我忍呢，目屎无流落来，我沿路转来时，我啼哭，靠学了咱的上帝。迄暝我通暝啼哭。搁一个，平安长老，伊后壁倒两个呢？我这个见证讲了后就要结束，我知影。多谢，歹势哈。这个见证若无讲，我永远袂困醒。我后摆无困难通行路。这个见证，上帝是安慰悲伤的人的上帝。伊知影我的心内痛苦，知影我失志，知影我无望，我失望。伊用咱的一位兄弟，这个兄弟这几个月来，逐个月拢会供应物资给我。我迄到海有一个礼拜日下晡，我去到海边坐，我要倒转去，我到伫伊的厝的我入去，我想讲甲伊后爸来讲几句话，这话讲了，就带伊祈祷。总是咱这个兄弟出来了后开门，伫我身边讲两句话，这两句话我一定爱甲人讲，甲人分享。若无这个见证无意义。第一句话，平安长老，你若需要啥物，你就甲我讲。第二句话，平安长老，你若欠缺啥物，你的确得甲我讲咧。我回去，甲伊后爸祈祷了，爸母祈祷了。我沿路哭，听3遍，目睭无看无路。当下甲我的班长讲，迄暝我通暝哭伫上帝面前，上帝啊，我是什么人？你安尼听我吗？上帝啊，我是什么人？你安尼听我吗？阿门。多谢咱兄弟姊妹，上帝祝福。多谢咱兄弟姊妹听我的信息分享。咱请咱玉梅这首。好像比私会还要紧张。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生活中有大大小小的见证，只是我都没有说出口。那我29岁受洗，到今天我才上来做见证。然后我把我的见证分了3个阶段，这是29岁以前，然后29岁受洗之后，然后再来就是上基要真理班之后。那29岁以前，我遇到困难或挫折，或者是想要知道未来如何。我就会求神问卜，然后甚至我们家也都花一笔钱来处理什么冤亲债主。那如果没有效果，也只能无语问苍天。然后信主之后，然后曾经有一阵子，我晚上睡觉就是准备要睡觉的时候，就会有脚步声在我楼顶上这样来回不停的走来走去。然后我就心里想说，是谁晚上都不睡觉这样？那其实我也没有想很多，就这样一天过一天，然后慢慢的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然后后来我有在我的房间播诗歌，然后家里也开放弟兄姐妹就是来家里做礼拜，家庭礼拜。然后后来那脚步声就没了。然后到目前为止，我能说出口的业绩就是带领妈妈来教会认识上帝。然后我记得妈妈要受洗的那一天，有一群林园广济宫的师姐们，她来家里找妈妈，然后说是济公师父要他们来的。然后我真的非常感谢主，妈妈选择来信靠耶稣。然后妈妈也有见证，就要看妈妈什么时候感动要上来分享。当然信主之后，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因着教会的牧者，还有弟兄姐妹的帮助跟带导，也就关关难过关关过。然后谈到我自己在主日学的服事，然后刚开始我虽然嘴巴说好，可是我心里不是那么愿意，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跟小朋友互动。然后我甚至觉得小朋友对圣经故事内容都比我还要熟悉，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准备这样。然后就是后来有参加教会的基要真理课程之后，我养成那个读经祷告的习惯。我很喜欢腓立比书4章6到7节这段经文，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
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因为我是骑摩托车嘛，然后又是路痴，所以到了新地方我都很依赖手机的导航。然后我遇过有一连好几天就是好大雨，可是我又得出门，然后我就跟神祷告说：主啊，可不可以先不要下，不然我没有看导航，我会迷路。哎，这是雨就停了耶，就是这么小的事情，上帝都在乎。然后，就是也许是巧合啦，反正就是感谢主这样。然后我现在会邀请上帝参与我生活中大大小小的决定，如此一来，我的心里会有真平安。然后每当我要开始抱怨的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数算上帝的恩典。然后现在我对主日学事工，我面对主日学事工，我会把每一次负责的圣经故事当作是上帝要跟我说的话，或者是上帝要我学会什么功课，然后透过服事，我自己也得着医治释放。然后我也从那个同工身上学到很多教学技巧跟活动点子。然后教会如果有在开基要真理课程，我鼓励弟兄姐妹去上，保证会收获良多。然后我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好，感谢上帝。的家呢，郭香婷姐妹。紧张吼，我看囡仔袂紧张，看大家会紧张。我尽量用台语。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我叫做桂香婷，大家使叫我香婷。因为我即马无伫学校，无即马毋是上班时间，毋是郭老师，我就是香婷好。真欢喜会使来大家有一个机会做我个人小小的分享。我伫咧北部的时阵，我感觉我的台语袂歹，因为我感觉我是南部人，应该是介厉害。无想讲转来到高雄，尤其来到教会，有阵时听迄个牧师的讲道有诶词我着听无啥有。台语的诗歌唱袂啥出来。圣经我咧读台语的时阵，阮囝讲你咧念啥物，念哩哩啦，人听拢无。嘿，但是我直接我若是操练我自己，尽量用台语讲。若讲无好，请大家安尼多多包涵吼。我是伫咧大学2年的时阵，阮姐姐，因为阮姐姐是基督徒。伊就带我信主，我迄时阵就得救吼。伫咧台中教会，我若聚会过一段时间，但是大学毕业了，我就追求家己的生活，所以慢慢就离开教会足长一段时间。等我到的我生命内底，我感觉上过痛苦，上过无圆满的时阵。迄时阵呢，学校来一群。彩虹妈妈，生命教育的志工妈妈，逐礼拜拢会来到阮的教室内底来讲故事。我就会向伊开讲，因为拢是一群的基督徒。那伊会知影，阮若是基督徒，伊就邀请我去因的教会。我第一届入去到内地浸信会，我听到的诗歌是陪我走过春夏秋冬。迄时阵我听到我目屎一直流，因为我感觉伊若唱入去我的心内。原来我的主完全拢无离开我，是我离开伊，伊阁甲我找倒来。伊是遐尔疼我，所以足济袂使含别人讲的话，我拢会使对伊讲。足济流目屎困袂去的暗暝，若是伊陪伴我，伊来扶持我，安慰我，医治我，到今日。前2年，因为我家己的家庭佮我厝的爸母的关系，我就申请调动转来高雄。伫咧还无确定讲有调成无调成的时阵，我就逐工祈祷上帝。我甲伊讲，因为我感觉我今日知影伊的安排，一切的安排拢是上好的安排。不管是啥物的最后的决定是安怎，但是我若甲伊讲，总讲我若会使调转来。我会使就近我的爸母，住附近。我若会使调伫一个学校，国小和国中会使做伙，莫差伤远，因为我有国小、国中的囡仔。
啊，我若想要呢，我住的所在都有教会，无想讲我迄时阵调转来，我爸母甲阮阿姨甲我找好厝，我伫咧厝徛一看，哇，迄就是我的学校，伫伫头前，行路就会使到，后壁就是国中，感谢主。即摆呢，我搁看，哇，有教会，哇，这真是神迹耶！怎么这厉害？教会比我的学校搁较近呢？所以我即摆呢会使逐工，我和阮爸母介近，我会使定定和因有来往，会使去看因，也会使来看我，即摆行路就会使伊个囡仔就会使上课，我就会使上班。我若会使行路就到教会，因为进前的教会较远，拢差不多爱半点外钟，搁爱为停车场行去。真正即摆安尼足方便呢，我真正感谢我的主若感谢主伫互我有机会互教会我机会，伫咧旧年来上基要真理班。看玉美是我的同学，我伫遐知影一天的开始，就爱家己完全交托互我的主。因为呢，咱的读经咱的灵修互圣灵充满，就是咱一天的活力的泉源。像张牧师、张牧权、张牧师伊讲的，早上读经是经，所以一早就要读经。那一早来就爱来过灵修的生活，求圣灵来充满。我若祈祷，我会感谢我的主，逐工互我过做平安、做恩典。我超过时间了吗？对不起。喂。逐工拢互我教育的快乐。那像我一首诗歌内底讲的，凡事都能做。我知影我伫遮可能较，因为阮厝内人分两个家嘛但是呢，有足侪拄着的代志，家己若爱承担起来。拍蟑螂足侪种种的代志拢要家己承担起来凡事都能做。那我若想讲，即个诗歌我想要送互大家，等下大家若有机会使和我做伙唱信是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实价；信是完全交托，深知足以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邀请大家和我唱一下，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唱一下我们就清唱因为我哪跟不上拍子。一起来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实价，心事完全交托，深知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尽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感谢兄弟，谢谢。好，真感谢主咱有看到每一天拢有新嘅技术咧发生伫主的听内面，咱咧当经历到上帝的听希望也有一遍会带咧邀请咱的兄弟姊妹来为上帝来做见证。这是我来报告，请摕咱即种的周报。顶周的聚会，主日礼拜出席67个人，奉献6150块；主日后出席14个人，奉献400块。拜妇女团契9个人，拜三祈祷会17个人，拜六青年团契暂停，拜六双人团契出席9个人。主日事工的分配，讲道是林修荣牧师，书会是黄定修长老。
苏琴是科学招长老，当地是李敏秀接受甲麦雅慧接受，敬拜是第二组，电子琴是林嘉文姊妹，主持人是第一组，因导播是黄家乐甲吴春楚姊妹，招待是李佩珊甲陈妍如姊妹，交通组是刘主义长老甲谢南兄弟。下周的周间的时间分配，拜妇女团契主理敬拜是李敏秀接受，地点是教会1楼。拜三的祈祷会主理是李敏秀接受，司琴是刘安迪同兄弟。代祷的家庭是王亚玲姊妹。拜四探访家庭是罗金车姊妹。轮值的探访是黄定修长老甲刘主义长老。拜六的青少年团契主理是李玉珏执事，敬拜是张家恩，播宾是林浩宇，内容是团契的时间。拜六双人团契主理是刘主义长老，圣诗是272、279，圣经是马太福音第8章59、13节，题目是照咱的信心来成全。本周的金句是提摩太前书4章11到92节，按台语的、华语的、按国语订配台语的。这个事恁着命令来教示，无得因为恁的少年，互人看轻，着伫讲话、伫行做、伫忍耐、伫信、伫谦虚，做神的人的模样。华语，你要属父和教导这些事，不可叫人小看你的信心。教他的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多受信徒的榜样。教会消息第一点，今主日感谢林秀荣牧师伊来分会正道，愿上帝祝福伊的服侍甲家庭的身体。按代表教会，按来邀请，按来请迄个牧师甲牧师娘。起立，咱来拍鼓啊！来欢迎，感谢上帝看顾伊的服侍。谢谢。第二点，今主日是福音见证主日，见证者有靠平安长老陈玉梅接受甲郭香婷姐妹，愿伊言的见证荣光归伫上帝。第三点，按本会议长丁春木牧师要定伫7月初6，第一礼拜下午3点要就任基山教会第15任的牧师，受一感恩礼拜。请要参加的兄弟姊妹，请丁修长老来报名，报名到今日截止。第4点，本会财务组要来检查顶半年度第1月到6月份的收支账目，受检的单位有阮本会各团契、主日学、青少年团契、妇女团契、双年团契、敬拜赞美、建筑基金，请本会各团契将阮顶半年度的账目来整理好，伫7月13统一交予阮本会查校员。历秀琴接受查校了后，搁交志冠良兄弟以利来查校。第5点，公中会要来召开第95届第2遍的会议，时间伫7月初8拜日，地点伫高雄宣教中会香港中心第4楼。教会要黄定修长老要代表来出席。第6点，请教会各部的部长要来召开会议，有要来检讨2026年的预定的施工，按伫7月底进行来完成。第7点，下主日的正道讲道是林寿阳牧师，搁圣经是尼米记第2章1节到第8节，题目是我着真惊。后壁就是代祷的事项，请为每一日的事项来下面的时间来希望来代祷，都有特别提名的，有鼻听的，
为年长、为心灵的甲生活，咱为因来提名台倒，倒为伫6月22后，然后奉献你有看到毋对的，咱会使来请咱的会计李敏秀接受来更正。这是我来报告奉献。奉献礼拜现金56个人，奉献2680块，月定奉献9个人，奉献31110块。感恩现金6个人，奉献7500块。建堂的奉献3个人，15668块。妇女团契会奉献1个人1000块。主日日奉献1个人500块。敬拜赞美奉献2个人1500块。咱的总计是59948块。咱请记录来做奉献的感谢。请坐。要来吟上行的圣诗51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受你引带，教你三记，心内罪恶伫你面前，对主保护，担伫洗清。请起立来吟全首。愿赐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成成，搁愿恁的神、甲魂、甲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阿门。